妈祖圣诞庆祝活动进入尾声，伫婴仔卡雕兴宫文林庙头前停一台观火车，原来是庙方希望传扬妈祖济世普渡的精神，邀请信众来观火救人，回馈社会。妈祖啦，有来自自然呢，当然对这个社会当一个贡献啊呢吼。除了一些仪式之外，可以多多参与庙的活动，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，让社会大众知道说我们目前正在庙正在重建，那也对社会关怀哦，多尽一份心力这样子。响应观火的信众，也佮有丰富的礼品，有白米、礼券、关庙面等等。为着扩大参与意愿，也佮特别请来各界知名人士，立委林俊宪、院长柯丽丽，甚至永康四大才子歌歌、网红郭桂桂做伙来替活动宣传。庙会优质化，更进一步提升为社会的关怀啊，集合我们信徒的力量。咱即马这个季节虽然无欠火，但是不忙 O 型血，O 型血，咱的市民朋友呢，多多来捐血，因为恁的血是每一个人有可能拢需要的，非常的珍贵。那也呼吁全台湾人都要记得热血站出来，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哦。提出来热情哦，响应这个活动哦，会当救足侪人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这个活动。有公众人物的加持，根据关会中心统计，总共募集到215台热火。雕兴宫文林庙境内嘛全体动员，加上一些企业的赞助，展现出温暖团结的力量。但是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